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5节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尾到第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功效。基督的信仰讲求信心。牧师的古堡李邦真牧师，伊是一位足重视祈祷的教导的牧者，也捌写过一本册祈祷的册，叫做《祈祷的功效》。祈祷甲信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。一般来讲，咱因为有信心，才会愿意祈祷。无啥物祈祷的人，基本上是无有够信心啦吼。咱用这个行伫水面顶的彼得来做例来讲，虽然伊的眼目看见风影，因为安尼就来沉入去伫海里，但是伊对耶稣基督基本上是有信心的，所以当伊沉落去的时阵，伊就大喊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然后伊就得到救。实在是讲，咱会当讲伊就走投无路啊啦，所以伊就安尼来喊，嘛真有可能伊是凊彩喊的啦，或者是讲伊根本就无有其他的倚靠，只好开嘴求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是啦，咱必须爱承认有侪人的祈祷是拢存着迄种无试看卖啊迄种的心态。但是基本上会安尼做的人，应该拢是伫无有其他的办法的情形下面，才会安尼祈祷。受领的以色列人，因已经离开上帝啊，但是当因伫迄个困难、艰苦的情形的下面，因也开始祈求上帝，开始来尊重、称颂，还是学了上帝的名。因开始咧想起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捌为着因来行神迹，伫历史的中间来拯救因。以赛亚书讲：“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重你，要称颂你的名。你行神迹甲奇事。”你已经实现迄个早已经定落来的计划。你毁灭城市，破坏因的堡垒，对敌所起造的城堡已经荒废去啊，永远袂话通搁重建。刚强的人，你要学了你；强国的城市要来敬畏你。孤苦孤单要归向你，困苦的时阵对你来得到安全。你互因秘伫闪避这个风暴的所在，互因伫炎热的日头下面得到遮远。占卜的人攻击，亲像严寒的冬天的暴风，亲像沙漠的热气。但是上帝啊，你踢掉对敌的嘴，你压制占卜的人的宣扬，亲像炎热的中间粉彩消除迄个热气。信心的果效，当然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：“人子来是为着要来拯救失丧的人，破病的人则需要医生。”只要愿意接纳的人，
祈祷的人，若惊是讲迄个抱着试看卖的心态的人。事实上，伫约拿书第3章的记载，尼尼微城的人其实就是抱这种心态啊。咱看去经文，尼尼微王对人民讲，听见这个消息，尼尼微王就离开宝座，脱掉伊的王袍，来抹这个抹布，坐伫迄个火湖中间。伊向尼尼微人发出通告，讲这是王甲伊的大神颁布的命令，人、精生、牛、羊拢袂通食物件，不准食，也不准啉。人甲精生拢得爱抹布。每一个人拢必须爱恳切来求上帝，向上帝来祈祷，并且爱停止邪恶的行为，无做强迫的事。无的确，上帝因为安尼会改变伊的心意，无搁再发受气，咱就袂抵到伫灭亡。安尼信心所带来的功效，就是领受着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第10节继续讲，上帝看因所做的一切，看因放弃了邪恶的行为，所以就改变心意，无有将原先宣布的灾难来降予因。耶稣基督伊边赶鬼的时阵，时常咧讲：“你的信救你啊！”其实这就是咧讲信心的功效。有真侪时阵，信心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，是迄个看袂到的代志的确信，是无法度用迄种言语来表达的。但却是一种生命的外显。彼得伫彼得前书也安尼讲：恁有言语所袂通表达的迄种无限的喜乐，因为恁拄拄咧领受信心的功效，就是恁的灵魂得救。论到这个拯救，先知已经有详细的敲吹甲探究。并且有言关于上帝要赏赐予恁这个恩典，因来探索，想要知基督的神伫因遐内面所指示的，就是有言基督必须要受苦，后来必定会得到荣耀这项事，会伫什么时候伫倒一种情形下面来实现。上帝予先知知，因的工作并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恁。因所讲这的话，现在已经借着福音的使者，靠着对天顶来圣神的气力来传予恁啊！这个事连天师爷望会通明白的。望咱拢会通来活出信心的生活，并且专心的信靠上帝，互咱的生命借着圣神的能力来得到主的恩典。咱绝对毋通亲像迄个西方的人，虽然开喙合喙就讲主啊 ，My God， 还是耶稣啊 ，Jesus 吼。但是对因来讲，迄是有喙无心的。信心必须爱是对心底来相信，然后就会得到功效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、12节到19节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。伊暗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
死亡的锁困縛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叫上帝的名，讲上帝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12节，上帝赏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来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帝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，对上帝写我的愿。上主看伊成的子民的死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女婢的囝。你已经透开束缚我的锁，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帝的名。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的殿的厅内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帝写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帝！恳求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的性命能得到改变，互阮会通来倚靠信心。得到稳定救恩，恳求上帝坚固阮的心，互阮蒙恩得救。感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